呢個廣州粉絲咧花咗5萬蚊去買咗呢部 ML350。車主話咧，呢部車佢淘咗翻嚟，開咗1000公里就要加1升機油，仲話咧當着車同埋怠速嘅時候，發動機係會發出嗒嗒嗒嗒嘅敲擊聲音。喺行爛路嘅時候，左前邊發出咯咯聲嘅異響。OK， 咁我而家就帶住啲所有嘅問題去進行路試。嗱，而家我哋就過一個減速帶，睇下試試有冇車主所講嘅異響。呢個右前邊咧係發出咯咯聲嘅異響。而家試完車翻嚟，我哋已經將底板同埋電子線拆咗，方便更加好咁樣檢查。往上邊睇咧，就見到呢個油氣分離蓋係剛剛換完冇幾耐，漏油漏得好緊要。點解會漏咧？就因為冇用正廠件。嗱，仲有我哋而家睇到分動箱嘅油漬咧，估計唔係分動箱本身漏，係由於前邊嘅油推過嚟嘅。因為如果你分動箱漏油嘅話，通常都係呢個油封嘅位置漏，呢個位置係唔會漏油嘅。仲有咧，車主提到嘅喺行爛路嘅時候發出咯咯聲咧。咁我哋而家檢查咧係呢個避震嘅避震頭點解造成嘅，到時我哋拆出嚟進行維修就可以解決問題。機發出嘅嗒嗒聲咧，我哋而家懷疑係由於發動機嘅內部引起嘅呢個異響。嗱，而家我哋用內窺鏡去檢查，睇到咧個拉缸嘅情況非常之嚴重。呢種情況亦都確定發動機發出嘅敲擊聲就係由於呢個拉缸太過嚴重。而家要解決呢個問題，就只能夠打散發動機進行大修。發動機咧已經拆咗出嚟，而且已經係打散晒。我哋而家睇到咧個活塞嘅磨損係非常之嚴重啦。仲有氣缸壁嘅磨損，亦都係非常之嚴重。解決呢個問題咧，係只能夠更換活塞同埋重新去雙缸套。更換活塞一直係大修發動機費用佔比嘅大頭。咁所以如果你費用預算充足，當然最好係用原廠嘅活塞。但係咧，如果要獲得一個最高嘅性價比，我建議就用翻奔馳原廠代工嘅優選品牌，個費用會低好多。咁但係除咗呢個活塞之外，所有嘅啲密封件、油封，特別係氣門油封，一定要用正廠嘅。如果唔係，以後嘅手尾會好長。大修發動機除咗檢查活塞同埋缸套嘅磨損情況之外咧，仲要檢查下呢個正時齒輪有冇磨損，呢點好重要。如果呢個齒輪磨損嚴重嘅話，一定要更換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大修完行得幾千公里，可能就會由於呢個齒輪嘅損壞導致跳齒，從而咧引起發動機內部損壞。到時候要更換嘅零件就唔止咁多啦。我係維修奔馳25年嘅彭 Sir，幫你慳錢整餅錢。